母啊，你是创啥啦？啊，时间就差不多啊，用的时间就到啊，搁咧装。你安尼口吹，你是咧吹啥的啦？啊，你毋知吼，查某人上食装啊，你安尼一直吹，你敢知影？今仔日是上重要的日子呢，啊，你无互伊好好装一个，万一若闹气要安怎？一定爱成功的啊！我即摆是咧烦恼讲人对方伫遐等伤久，对人歹势，你知无？那会要紧，互伊等啊。莫安尼，拜托，你甲母啊看觅，看好袂？哦，好啦，慢慢啊，慢就好啊。大姐无紧来，时间快好啊，紧的啦！来了。母啊，今仔是要去相亲，也毋是要结婚啊！今仔就穿甲规身躯红拍拍啦。虽然讲是相亲的日子无对，但是这嘛是一个盛大的宴会啊！你看恁母啊穿这身，你看，哎呦，是当初吼，甲恁爸头一摆约会穿迄领，我搁正落呢。赞！人讲吼，红水乌大斑，你看安穿这身安尼，有腰的身材，偌水咧，稳成的。小可巴肚汤啊大影啦。你讲红水乌大斑，嘿啊！恁两个小等我一下。我等来满去输迄乌色的貂皮大衣。别！母啊，红水乌大斑对啦，你若搁满遐乌的哦，变个人玩啦。嘿，小鸟我足学了我家己的，我要安尼办到。豆豆啊，他无紧来斗三工啦。好啦，你嘛我这小妹啊，小算我头。哎呦，进来啦！你是咧算啥物笑啦？好啊，你我，拍我。哇，老爷啊，你放假遐青草哦？嘿呀！哎呦，但迄你表兄，人讲一表3000里，甲你也无咧外亲啊，你开啊济害。老你安尼讲就唔对啊！咱两个翁仔某伫咱在地算讲哦，足得人好咧咧。尤其哦，你参就讲哦，咱咧菜市啊，要招游览，咱两个七仔花一安尼，你看10外台游览车。滴。所以咱做人哦。爱有咯，对。虽然讲唔是讲真切哦，咱嘛就安尼加开淡薄，要紧，这算讲做好事啦。哦，当做咧做功德啊。嘿，做一个功德，无你说啥做功德。好，善事做善事，好啦。嘿，是讲恁表兄还搁咧困啊？无啦，是要咧困。讲啊，你食到7老8啦，都食到好死啊！讲听着我要相亲，佫会歹势。歹势。贵妃啊，什么代志啦？到这步啊来呀！来。哎呦，母啊，等你是安怎咧行啊慢啦，唔行啊紧的讲。哎呦，水都掉！好真婆啊！哦，你今日整穿甲咧红拍拍，咱相亲尔，毋是迄个做歹人啊！你别安尼讲你啊，相亲嘛是算吼一个盛大的事件。我今仔日咯准备这物件哦，拢是你上爱食。哎呦，搁互你报废敢好势？我来，这啦，好啊，阮老的哦，比下仔安尼好，乌龟仔呢，乌甲大，来，这。而且无，你算主人接头位。无啦，这阮阿舅也无来，要来。无，今仔日阿舅哦，阿舅上岁啊，你上大。安尼母舅一大位才对安咯。无啦，今仔日无共款。安尼倒真薄啊，阿舅。来，等下跟表兄出来讲啊。哦，你好。表哥哥，他人哪里出来讲？男主角，这位你耶，嘿。大兄，他伊是安怎？不要讲哦，歹势甲老目屎。是安尼啦，阮母啊吼，即摆算咧为见笑啦，爱做人哦，个性就较传统、较朴实，会歹势啦。会歹势哦？嘿啦，甲我同款，我嘛会歹势。哎呦喂，你有听到无？咱两个袂前个性就真共款啊了。嘿啊，人咧讲气嘴，咧卖喇叭讲无。但你两个搞唔正呢，白白中国佫会惊歹势。来啦，甲既然要相亲就甲上咧，我口令吼，1、2上。我甲你介绍倒真薄，伊吼都是阮表兄啦，伊有一个外号吼，大家拢叫李奥纳多。
啊，伊是做真无啦。奇怪，有影啦，那伊的迄落五官了到这一球，有影有较奇怪啦，也毋过人袂歹呢。我毋是咧讲这，我是讲，敢若伫倒位也捌看过伊啦。这有可能哦，有可能哦。因为哦，阮表兄哦，伊也晓看风水，啊，佫会晓看地理，啊，佫会晓看数学，啊，佫会晓看什么数学？啊，毋是地理，啊，佫会晓念经拍哭，会晓解运，会晓和命哦，会晓解运，佫会晓和命，啊，佫会晓收惊啦。可能哦，你就是咧别个砖头内底拄着啦。对啦。哈尼我汉尼伫即种的场合拄着你咧，啊嘛根本都毋是伫即种场合。请问你是？人拢叫我铁起的。你就是铁起。海里阿进，喂，真歹势，即顿我毋食。无咯，对，我小等下啦，你安尼哪会对啦？人迄海里啊进好意要介绍恁熟悉，你我来从我要走。嘿呐，杜金波啊，你莫走啦！啊，你今仔日才第一个甲人见面尔，而且哦，海里啊，即嘛你传甲一道遮尔啊澎湃着，啊，你都还袂共食着，你就要走哦？你讲了毋对呀！我今仔日毋是第一摆甲伊见面，我已经熟悉伊有30-40年咯。三四十年哦，我是啥久啊？哦，你毋知影，30-40年前。有一摆有一个媒人甲我做亲戚，迄阵我阁是一个查某囡仔人，去甲媒人因兜的时是迄个早7点外，结果吼对方的男主角也未来，我直直等甲伊尾暗啊7点外才来，足足等12小时。迄个男主角是啥物人？就是即个铁起的。那你是啥？我叫做倒玫瑰。是你哦。玫瑰，哪安尼啦？等30-40年前的代志啊，等你即摆要提起来咧讲，还搁你要扣分。我甲你讲，就算讲你即要甲回失礼，我嘛无要承受。即个人偌酷劲，你知无？哦，迄阵啊吼，一个甲我熟悉了后吼，我有甲伊交往一阵仔日子。有一天，就甲我讲要请我去城内吼食好料的啦。咱就安尼暗爽野兔皮伫咧等雨露。想讲吼，若毋是要请咱去食牛排，也若无就是要食迄个满汉全席啊。结果吼，我着打扮甲足水、足窈窕、足美丽，就咧等待讲伊的迄个会使乌头车来甲我接。结果咧，徛一台铁马来，迄台铁马阁小细台啊，尔，甲咱6块马啊，咱着互伊载，起起伏伏、稀稀疏疏，入去到城内吼，讲叫咱去食啥，你知？去食迄个蚵仔面线配串冰啊！啊！食蚵仔面线配串冰，哦，这一定巧多歹。什么才巧多歹？这个蚵仔面线串冰食了，我的巴肚煞怎滚滚滚。咱都想讲哦，啊，拄也无困共床内，安尼巴肚摇摇啊疼。当时啊，就是食串冰治来的啦。啊，佫要放敢若毋当的，咱就甲要求讲要赶紧转来去，望看讲伊会当请一台客人车互咱坐无？结果无啦，嘛是共款用嗰台铁马甲阮撸转来。结果铁马伊就牵好势了后，我骹都还袂下去哩咧，伊铁马怎徛去啊？害咱徛迄个所在，要甲咻伊咻无人，大声叫伊也无听，咱拄仔讲个行，慢慢啊行，行到迄一半暝，行到半路的时阵，可能是已经铁马徛去阮兜，才发现讲我无坐着铁马，伊才佫翻头徛倒转来，啊可能速度有较紧，怎啊甲要弄落，你知毋知？害我过去带伊带3工，唉，玫瑰啊，等过去事啊啦，莫安尼啦，无安尼，我今仔爽伫遮，甲你回失礼啦吼。拄啊，我就讲过啊，你甲回失礼，我绝对无要接受。歹势哦，海里阿进，这摊哦，我无要食，失礼。无啦，母啊，母啊，母，你安尼，母啊，你妈妈安尼讲，我来就真正出来，无你妈安怎？无你妈讲安尼，看到迄个海里啊，食甲海里啊进片仔生意，哦，介绍恁熟悉，煞来佫办啊迄道遐车草，无你妈讲甲人坐一个，食一个才出来。海里啊，一因办迄道，我后讲我甲回失礼吼。啊，我上急的就是吼，去拄到迄个铁器的，叫我倒来坐，绝对无可能的啦。母啊你，杜金宝，你是安那会去错呢？煞毋知影吼，去拄到一个30-40年前，我上该痛恨的一个人。啊，痛恨啊！你们哦，
嘿，倒进步啊！哦，你今仔日搁穿甲红拍拍，迄娘搁穿旗袍，你是今仔日去相亲呀？真正叫你摇着。真的？阮母啊，真正去相亲啦。恁母也去相亲哦？倒进步，啊你这要你。对嘛，迄娘的，倒进步啊！哎呦，啊你家己也毋讲。看家己安尼已经几岁啊？还有你这种搁去相亲哦，迄娘规个对砖仔头哦，去用笑甲迄娘砖仔尾去。要笑啥啦？人是要笑啥啦？你咧大智兴天啦，是安那？啊，阮母也找一个老伴袂用的哦。啊，要再讲阮母也做人够礼拜哦。哦对了，大智兴天。对，因头讲无毋对啦。倒进步啊，咱讲实在吼，啊你若要叫人时，爱放贴包分哦。我要互你请咧。放贴啊，互恁啦。那别人吼，我是绝对会放互恁啦。啊，人讲叫我甲迄个铁齿的迄个30-40年来的老元首人结婚才放贴啊，互你。我看我会先放福音。哎呦，奇怪呢，这个缘投的吼，讲要去带倒进步仔转来，啊哪会遮尔久啦？哎呦，贵妃啊，坐啦，免等啊。那倒进步个性我太了解了啦，无可能我转来，坐啦，坐。老的，拢嘛你啦。安怎？啊，当初我就甲你讲哦，这相亲绝对袂成的，叫你凊彩哦，看些豆干，也是海菜哦，从两项啊倒，放甲遮青草，好你加载，米路无开，无要了较济。但你即马我看这亲事哦，无法度人去做啊，做袂成啊。做袂成，我也毋相信。我绝对哦，你倒进步，我要得到我的手。